讨爱、讨车、讨强、讨骗，不如做些人生，亲人做的。阿建明，一路好航。我们今天就当做欢送老旅，荣退。妈妈，你放心去旅行，我长大会跟你一样漂亮。这种上做，比讲乜嘅睇拖里都还加重要。上下将个脾气加速就减速一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土豆大家人看到的是客家电视台最有名的戏剧《出境事务所》里边的片段。出境事务所讲的是中立服务业发生的事情。今日我哋个荣幸请到的，系从事中立服务业的车仲汉，仲汉同大家人打个招呼。大家好，我係來自聯絡嘅車仲漢。今日仲漢我同人講幾道中立服務業發生嘅事情，我哋提講也係按生命行業到底係做乜嘅事情。仲漢，我想幾多人一聽我每一個問題嚟講，按照工作好做，唔做乜嘅生涯工作咯？因為同當初我喺讀書嘅時節，就去考到救護車嘅執照 EMT 係咪？EMT 緊急救護員嘅執照啦。啊！家下想講讀書閒來去打工啦，所以嘛係去一般的民間救護車公司做事。啊，唔過做啊，因為佢嘅內容差唔多有一半以上都係去為代替來做接送嘅動作。啊，其實做啊，感覺對啊方面冇得個反感啦，所以變咗係講啦嗬。俺哋嘅心態是講俺哋來為嗰時嘅人來服務啦，所以嘛唔係講去強屯用嚟部分。啊，當然讀到狀況較唔好買，我是包會強啦。啊，後時俺畢業後嘛係感覺講，既然俺前頭嘅部分已經有接觸過嘅，啊，俺哋就想看下先來做後背嘅部分，就係中醫服務業嘅部分，來同俺哋咧相服務嘅心情，睇下行業來做發展啦。所以咱有機會。行業嘅行業，嗰時唔同佢講，對於開始係對於啲救護車、救護員開始做，然後因為依啲演員嘅機會，吼，你希望把你服務個然後，吼，服務到一啲人嘅一啲旺盛以後，而係裝人嘅部分，嗰時唔知家嘅心情嘅一啲接觸。可是對一般人嚟講，譬如講對人家人嚟講，對啲一開始係做救護員啊，後來就去做我哋講便裝嘅服務。唔得，ลูกค้า有冇啲朋友，有啲有人反對冇？當然甲標連賽有嘅人看到我做安尼行業，叫我講，攏我本來本我媽媽同我爸爸媽媽講啦，攏我本來呢生意呢做也好，係咪？為到賺錢不擇手段啦。其實我哋好時嘛係對人講，我係屯看過太多嘅狀況啦。有個人為到派從上司壓價錢嘅價錢，佢唔係人能學嘢，所以我哋希望講，我哋投入一個行業以後可以屯一個行業變一個用從本陸客人嘅服務，啊，還有本人嘅費用啊都最適當，唔係講派從上司有效嘅本嘅壓力變安泰，所以我哋嘛喺度天天嚟做，人家看到會感覺講。哦，原來我哋咧做法同傳統嘅中醫沙啦，係冇共樣嘅，我哋係以服務為主，啊嘛係本家屬嘅負擔係講啊最大嘅方式嚟推嚟做服務安尼。嗰時按人哋講嘅意思，講陸客人嘛係了解人家嘅想法唔錯嘅。因為我哋陸客人其實對我哋行業嘅聽數上面嘛個多啦，比如講我哋開始過來，其實我哋嘛冇咁多嘅資源，啊我當初看到我爸爸。佢係做遊覽車啦，所以佢嘅名片係可以空拍嘅。我就想講，既然安尼係同我嘅
终于杀名片，伊咱个爸爸妈妈名片后背，伊发其他时节顺沙会同我打广告，所以一开始俺们古来嘛是以安尼方式天天的来，本人提供俺们来做嘛个服务。也谈了个感情哦，一方面你讲，你客人真的会支持你做一件事情。其实俺陆客人嘛係同俺們教育講，俺們咩嚟害人呢，咩嚟騙人呢？其實做乜嘅路行，以一個原則來出發就可以嘅。也係佢創業可以，因為像做完嚟中年服務啥事情，其實係做到我哋講冇以申訴嘅人啊，但是冇以申訴嘅人本身，其實做嘅係一種功德，係一種愛國好嘅服務。因為俺們這家企業行業下輩吼，俺們做下來我。雖然嗰時咧年紀冇同我談判啦吼，毋過俺人伊咧心情講，今年我可以接受嘅，俺人我本俺人咧算客戶啦，吼，比來做處理。莫講今年我都無法度接受，你可以推人哋做法嘅，無形中嘅吼，俺人會開到一條經驗啦，吼，我感覺也我自己個注意啦。啊，當然好，見到我無比俺人順順時時，啊，當然。俺人做特無良心呢，我相信見人嘛係看啦，所以其實俺人嘛秉持講，你良心的部分來做一個行業來做經營。咁像咱哋對一個救護員的訓練，好開始做完嘅民眾服務業，如像我哋米咧入去嘅公司以外，像入去以後，我哋所有嘅訓練啊，你係咪同我哋睇下介紹一下講，我哋一般嘅民眾服務業嘅流程係樣嘅？其實俺人咧民眾服務業嘅範圍廣泛啦，啊，毋過俺人以專業嘅部分來講，就係對一開始嘅人過身後，俺哋去現場屯家屬聽書，包括判離出院、屯太體嘅安置，包括推安排中間嘅諮詢嘅服務，還有後續個別事嘅規劃，這都係俺人嘅細條之一。啊，其實俺哋一開始到公司做訓練嘅時間。其實嘛係對基層嘅開始做，包括屯太體畫種啦、本上戶啦，還有推嘅中科嘅行場來推做啊，都以太體為主啦，推做整理安尼。也係俺哋一開始訓練嘅部分。啊，當然後續嘅包括規劃嘅條路係後半天天嘅訓練嘅一些部分。因為將台灣嗰度嘅族群，嚇嗰度嘅宗教，將人哋辦理嘅喪禮嘅時節，唔得有。呢度一定會無傾我族群，無傾我宗教，有無傾樣嘅一種做法冇？當然人做人哋按當年下來，其實都嗰個度嘅宗教啦，包括以太部分嘅分主講漢人、好多人，再來就係佛教、道教，還有天主教、基督教，也都係人人去判理嘅過程。那麼如果講哪嘢係佛教嘅，啊唔過乜嘢又係基督教嘅，人人就係當日個別事嘅時節。每就可以交費做禮拜，啊，俺人就可以錄下做一個出產的送件，所以其實俺人嘛係配合到各族群呢，還有各信仰的部分來做安排。俺人嘛係希望講，今日佢多做像一麼嘢，佢多做一個禮拜，係咪可以比較安心，比較放心，也係種係俺人去做嘅部分。嗰時嘅你。我哋講高層嘅安排地步係俾我哋嘅家屬個安心嘅一啲想法去做。中途都有講我哋要佛教啦，嚇我哋記得睇咁樣，而佛教道教如果太重。從以佛教嚟講嘅話，因為我哋平常去參加嘅時候已經看到個別嘅時節咧，但是我哋唔知前面嘅流程，你係咪睇樣同人講下前面嘅流程睇下係樣？其實一開始像行人嘅做法啦，其實一開始我哋冇乜嘅送件。行人咧就係第一出產之前，1日2日，佢會做一個功德，傳統就講做事啦，就做一拜。啊，唔過因為我哋呢下來後，我哋會有時把改變，就係講睇出產到過成一段時間，你冇啲排位俾人創業，喺我感覺講，陸客人冇啲目標啦，所以我哋會天天嘅囤一些好多時嘅東西，還是講國民利益嘅部分。加入來做一啲7、8修改，像我哋做過時嘅時節，我會請先生屯排位，按好來，等之後講，做功德嘅時節，再來做送件嘅部分。等出產之後，我哋還會有18就講，
17、17、17、17、57，都出生后的时间会送紧，延期，嘿，都延期的部分。啊，之后俺们开始在个传统的，因为行业吼，伊个储存的迄种的部分，所以伊能之后种的时间还有1周、3周、6周、9周、12周，就会过时呢，T1日、T3日、T6日、T9日、T12日，落去T方来冲压，还有包括满月、半月、对年，所以其实喺行业来讲，伊较储存的迄种的部分，所以上的部分可能就较减少，来做安尼处理。咁问题嘅健康，我哋现在沙飞行案件，他可以冇按多时间，人讲上架7天，我哋那有按多时间去做头期、2期、3期，吼，无如延期专门讲嘅1周、2周，咁如果我哋讲个减法方法冇？当然，也下工业沙飞同传统嘅农业沙飞吼。工商沙飞嘅布条特价嘅，所以变咱能够多东西可以减上，俺能就推减上去的。包括讲，喺出产之前嘅做事功德，俺能就会同佢嘅切中可以做延慢去的。啊，包括讲出产嘅1周、3周、6周、9周、12周，也都因为喺传统俺能去提供选题，咱会按到嘅技师提下地步。啊，当然，俺能用火种剪塔嘅部分，其实俺能会同家属讨论看哪些条部分可以减少，俺能就会以满月、半年、对年来做技师来就可以嘅。因为像头多主持人讲嘅，一下工商沙飞，他今年的时间之内冇按到嘅，所以变得俺能可以推减少推腾数做嘅会本技能较强壮嘅。可是果上俺能去减法嘅，但是俺能对嫌疑的嗰种感情係冇变嘅。当然。冇想到睇状况看来按人强，伊对个按复杂嘅中医嘅仪式要按了解。可是第一下我哋我哋，我哋話嗰度個精彩嘅故事，可以推我哋狀況地步去談到。休息一下我哋第一下馬上過來。翻過來，復起來嘅。你今日邀請嘅貴賓係從事禮儀服務業嘅總監。總監其實吼，我哋嗰度嘅儀式地步吼，唔單止係因為宗教嘅問題，其實嗰度儀式嘅過程地步是要讓晚上嘅人可以只係表下悲傷。從人一塊、家屬一塊，你有得做冇？當然，我哋會同家屬教育講。唯一的原則就係唔好留下任何嘅遺憾啦，吼，因為有時間嘅東西啊，吼，一擺嘅，留下來一條遺憾以後，冇法度再重來做過。包括講嗰度嘅深度嘅話，我講嘅，還是講有乜嘅部分愛來帶呢批嘅，記住係愛同家屬教育嘅。比如講，佢出生嘅時節，傳統就會有先生來做3獻禮，拜年拜出。唔過，我哋希望講做嘅改變，因為一個最重要嘅人係我哋過世嘅人，天嘢係我哋家屬。其實唔係來衝呀，係來我哋懷念我哋嘅過世嘅親人。啊，所以我哋會同家屬講，我哋不如講可以向家屬寫一個信咧，吼，佢出生嘅時節，讓幫我哋嘅過世嘅人談，嘛可以同我哋來賓介紹講，我哋過世嘅一個親人。當初用嚟照顧我哋，用嚟同一個ลูกค้า照顧嘅好，同人哋學態，同人哋教育嘅個好，一係人個重要部分。還有嗰度傳統嘅部分嘅時間吼，我同幾天慢可以看，慢唔可以看。其實一個人會同家屬教育講，你去問當事人，因為人講，吼媽媽安老嘅，吼一擺做嘅係幾個生人嘅，冇必來看。還是講兩公婆安老嘅，講可能會個傷心。係講俺冇同任何人做一結天，來問過一個演藝盤，哦，問看他是我來看冇，唔假使看咩得，俺就來看。假使講真係都唔掉，俺能同家屬講唔怕，俺就可以隔壁休息。因為有時節唔對結天好講冇必看，佢也歐洲嘅心情啊吼，會睇深度嘅，唔係1年2年，係一生年嘅。所以俺會同家屬教育一個部分啦。冇留下遺憾嘅部分，也係係從事一行業嘅個重要嘅重點啊。
可是我们头都已经讲到了讲，唔单止爱同我哋过生人员去处理啊后事，你话啊照顾到晚上嘅人，去重新整理下心情，你得去看一件事情。咁你这个心理不会准备咯，你从事一方面的工作嘅人呢，应该嚟讲，其实我想问那个，你这个有接过这个亲戚冇的朋友吗？最有印象嘅就係我哋高中嘅同學，佢因為發生車禍，喺偏方面嘅3年，都冇乜嘅意思，所以當初佢走嘅時節，我心度嘅是講，真係已經結束咧。啊，冇呀3年中間，佢陸家人還是佢自家如果辛苦，咪那個也冇聽同樣咧。等走以後，佢哋陸家人委託我哋去做服務，因為我哋會發現講，我哋真係可以同嗰時人做到嘅部分真係個有限啊。其實我哋講嗰度東西，我哋愛做嘅，我唔哋有數到冇。啊，唔過佢陸家人佢下喺呢點嘅時節，臨時同我要求講，佢結果好彈吉他啦，我係講佢推準備一把吉他推看下呢點冇，係講唔怕，也搞幫我。也就係同我哋陸家人嘅遺憾，陸家人嘅遺憾啦，嗬，推補出來啦。因為有時節人家動作做下去啊，嗬，見到陸家人嘅心情會變那個安心嘅部分，也係我哋愛做嘅。等於係推起啲過程嘅人，我係對晚上嘅人一啲安慰。當然，也係我哋其實我哋可以做上種服務、禮儀服務嘅部分最重要嘅部分。傳統來講，人家冇一個服務嘅部分，反正就來做啊就走嘅。其實見到個傳統嘅中年生其實對家屬嘅心情都冇咧重點嘅睇下片啦。反正就係來呢點佢哋將嘅部分、上嘅部分處理好來，包括我哋喺公司嘛有安排社工來做陸家人嘅一些輔導佢哋嘅部分，因為有時佢哋心情還是需要有專業嘅部分嘅人來做一部分嘅協助。從我哋說明後，我只係發現到講，我哋對葬禮服務嘅有啲了解係真係冇共樣。我哋以前係覺得講葬禮服務都係服務過生嘅人，但是冇想到其實葬禮服務最大嘅重點係服務晚上嘅人。從安尼服務過程裏邊，有乜嘅俾我自己感覺到佢有影響嘅冇？其實我哋最唔盼得嘅係服務死人咧，嗰種父母拆胎嘅嗰種嘅感覺，真係我本人悲傷啦。其實我看過一個場合，佢哋佈置嘅就像幼兒園用咧，好出生嘅時候佈置一個幼兒園，用氣球、用一些鮮花來做佈置。等那佢哋嘅同學，個社會同學來送佢哋同學嘅時節，我感覺佢哋父母拆胎嘅天使用咧，我本人感覺我唔盼得啦。其實佢也有個度嘅未來可以做。行為佢創一條路，但是冇想到亂嘅路都行到一個終點嘅。父母拆胎嘅天使，其實喺人看風來係最唔盼得咧。從咱嚟做也行也研究嘅，吼嘛看到安多嘅，我哋講客戶啦，吼等人，你這個有想到講，咱人咧，嗰種唔記啊面對安尼嘅事情嘅時間，冇用樣嘅態度去處理安尼嘅事情。我哋當然希望。也係講航工業啊，吼，如係專業奉公嘅啦。但我希望講相信專業。比如講，今日我哋讀到嗰度家屬，因為今日咧嗰度親親切切，我過來關心。啊，唔過今日如係用佢嘅經驗來同家屬來建議。啊，唔過有時今日嘅經驗人1倍、2倍。當然，俾嘅建議唔係講個全面嘅啦。啊，當然我哋希望講家屬可以嘢發係。尊重專業，相信專業，我哋用我哋專業嘅服務來推人做交通，唔係講我哋推做結婚，係我哋推做參詳。參詳佢哋今日人哋講，我用嚟推嘢陸家人做到最好最圓滿嘅安排同佈置。嗰時頭當人講嘅，你哋講，過生嘅人係佛教，也冇人係基督教。佢從也係安尼地方，你當做很容易去提交通啊。其實我哋會推兩片分開嚟交通。技能每一個部分技能，佢上愛講，佢嘅深度嚟講，我假使同爸爸做禮拜做禱告，吼，技能會得到
都住喺身边啦。啊，毋过咱个基本上就系佛陀教嘅，啊讲啊尊重，啊能以下两篇咧同步进行来做伊个安排，啊能有两个人马来同伊人做处理，一批人马就系带队某嘢，一年，一批人马啊能就交费做礼拜，一批啊能就系到啊能咧出山嘅体检去做伊个规划。所以，我哋呢兩批嘅人馬對佢做一個規劃嘅時節，咱也得到其程度嘅安慰，冇也得到其程度嘅安慰，也就是我哋可以照顧完成人嘅感受。嗰是兩方面嘅想法落去溝通。可是像我哋平常時，嗰種我哋即個獨斷嘅事情嘅方法，有乜嘅建議講嘅？譬如我哋提要先去請乜嘅公司啊，還是講還是先去做一個詢問嘅一個事情。其實有個人佢。你看人睇片尾嘅時節，還是講平常時一個話題喺鄉下地方啊，還是個禁忌啦。我哋當然希望講，佢都可以同人多參詳看下先，多問啦。其實啊冇臨時發生嘅事節啦，睇咧會緊張。我被亂請，還是講請到冇嘅，其實也就一生人嘅事情嘅，冇法度重來嘅。所以我哋希望講，我可以多請人講。我請人的父母，請人的父嘅一回事。當然，請人了解以後，第一越多，我本人偏嘅機會越少。因為傳統嘅人啊，都唔會講，等到發生嘅事節，人家請下去，冇同人講個多，反正就等於做就錯嘅。我本人冇咩偏啊，冇講個拍，都可以背我有個多嘅糾紛啦。亦都可能係最擔心嘅一件事情，有時事情發生啊，你幾嚴重。但是伊問嘅時候，我哋講係準備嘅時候，有啲人都認為講，你先簽約嘅人可以問。嗰時我哋係咪都可以先問到幾格？我都可以先拿到某個卡塔羅關嘅東西來決定講我哋要用哪一家嘅服務嘅對象，可以安尼冇？當然可以啊，因為像我哋一下嘅服務個簡單，就像我哋都傳統嘅示範用嘅，我哋會本菜單，來本選擇適當嘅。樣式同家私，我哋再嚟做啲安排。當然，感覺中間嘅東西，我哋可以做調整。我哋嘛會同做一個像到傳統用餐嘅時節，可以教人學嘢菜，我哋再嚟同做安排。咁你唔同我講像傳統示範樣嘅，咁個地方可以出現我哋唔同嘅部分冇？當然啦，有安尼東西個簡單，就係冇用到嘅，就唔會收人家費用。所以一下部分其實個透明化嘅啦，冇像傳統嘅。路點點嘅本人應做到乜嘅嘛唔掂，要做冇做，其實佢冇同說明。冇都講當初講嘅真實擺出來時，又唔係像安尼樣嘅事情。如果感覺到伊啲好好嘅，應該要改備上嘅伊啲裝備，感覺到也少幾少，冇都講也唔冇幾冇，安尼我感覺到個遺憾安尼事情。嗰種我哋會認為講，嗰種講我哋記得托也時，係咪一定要 A 套餐 B 套餐，還是可以講我哋自家？國人化安尼伊啲設計咯。當然，因為我本人列好套餐嘅部分是講本一下人較單純啦。當然用這個相愛嘅方式，比如講我較特殊嘅個別市場、較特殊嘅花廠，還是用嚟佈置較特殊嘅，我哋可以同人部分客製化。當然，安尼部分係咪唔愛嘅？唔愛，我哋可以對一部分嚟做一些調整。伊啲送禮其實唔單止係俾我哋往生嘅人可以安心地走，另外一部分禮儀服務公司嘛，俾我哋完生嘅人可以真係俾下悲傷，重新準備抗疫嘅生活。今日嘅中漢帶來幾多幾精彩故事，第一下哦冇轉台，第一下係幾精彩嘅故事哦。翻過來福起來，好多仲漢同人分享幾多用嚟照顧家屬嘅心情嘅啲方法。仲漢其實更加可能社會幾多意外，所以同意外發生嘅幾多人係咪唔同服務嘅範圍啊？當然意外有個多種啦，因為像茶貨嘅係人哋最常看到嘅，有時節佢不管係有扛，還是講身體上有扛，還是講手腳有乜嘅團體嘅部分，佢都係人
落喺俺哋付嘅部分，因為也就算另外嘅重要部分咧，算體體修復。唔過體體修復嘅部分，佢就要由一個專門嘅人來做推斷、推補、做咧，比如講加腳、加木柱、加椎，佢落喺俺哋付嘅部分，其實也係有另外嘅重要部分到體體18。體體18嘛喺俺哋也係同家屬溝通後，因為嗰度東西衝衝呀。其實，如果我哋看唔到嘅，唔知得到得唔到。唔過，我哋喺同家屬溝通上面講，體體18嘅部分就係本家屬看得到、命會到，但路卡人被照顧嘅部分。嗰種同到牛講，像我哋意外嗰度過身嘅嗰度人，伊可能手腳都冇長，冇到面會有一些咬啊，冇到有一些磨長。但你如果利用一種特殊嘅方法去表現等。從伊的晚上嘅時嚟用嘅，比如你至少看上來，佢哋晚上嘅時情形係強樣係咪？差唔多會恢復到80%啦，因為我到100%強樣嘅有難度。啊，唔過我哋最起碼會推，比如講嘅扛嘅部分補過去，還有比如講再本人弄壞嘅，我哋推量過去，看上來畫狀後，會推感覺講佢係啲完全嘅人，唔好講。本家屬感覺講，嗰種藝路卡人離開嘅也無嘅無嘅感覺，就我頭度講嘅外行一部分。要講到一片來嘅時節，就係一部分來推二部苦來。因為吼，其實做冇冇樣問題，因為人家個人嘅沙飛一路老人家路，即個一定要行。而過身嘅時節可能甲邊離沙全部路，啊過身嗰叫人地，啊甲邊離沙可能都唔地也親切體內，唔點來親民。像我安尼嘅事情，唔得嘛可以。服務下，我哋其實也係因為老人沙飛吼，我哋個希望同村里長，還是講同一些沙飛單位去做一個連線，講每日要做一個關心，包括講督導，我哋弱勢嘅目前呢，我哋要去做服務團聽數，因為像我哋一年呢案件下來，最起碼有10個件呢，目前呢部分我哋去做處理，我哋會教家屬講，人呢。權利人呢可以申請到乜嘅部分，我哋一片可以同聽數到乜嘅，我哋會同一步一步同家屬來做討論。因為真呢，目前呢啊，我講真呢，3五件就拿唔出來啦。啊，嗰度東西我哋要推聽數，就係由我哋嘅社工嚟做了解，了解以後，我哋可以同我哋嘅力量推聽數到。也係我哋也係目前去做嘅部分啦。嗰個部分係唔自家一定人嚟做，還是講由一群人嚟做，還是一個社團嚟做呢個事情？之前我哋係靠本人嘅社會團體來做一部分嘅協助，比如講嗰度高雄屏東嘅一些社會團體，還有一些善心人士，佢有嘅捐款嘅部分。啊，唔過我哋係是因為我哋公司嘅能量有累積到過去嘅，我哋希望講自家成立一個平台。等為了我哋可以聽數用這家公司嘅力量，還有我哋嘅方式、我哋嘅人員來推人一條，只係經濟上面用弱勢嘅人來推聽數，來推延慢。唔可以感覺講，目前嘅人就係嗰種傳統來講，拆個包包用嚟燒，咁樣感覺會嗰種佢可憐。都看人唔判得啦。啊，人講可以簡單，啊唔係精彩，也係我哋嘅出發點。其實我哋社會上面幾多人希望講可以聽數到安尼嘅我哋個弱勢嘅佢呢一種裝理嘅方法，都像頭先講嘅士官。但是以前我哋冇一啲安尼嘅平台，好，第二個我哋都係把一錢表嘅內，好，可以我哋委託一啲安心專業嘅人去同我哋一班弱勢有需要嘅時節，一定可以馬上去處理。啊，做唔得做安尼平台，唔見解會非常用嘅呀。因為以前呢個當我嘅家屬啊，吼，還是我哋咧人客講，佢有一條錢，我靠我公司來做一部分。唔過我會同人講，因為我哋係盈利單位，我哋冇方便囤也得善款啊，吼，靠我哋一片來囤做運用。後來我哋就係以我哋有時咩一批人，向下成立一個平台，我哋可以囤一個平台，他家人。囤一個費用，抗一片專款專用嘅部分來做處理。不管我聽數獨居嘅、聽數
目前上中呢，还是唔希望吞数某个部分呢。其实俺们有啥工来做专业的管理，也是俺们也系目前的出发点。嘛，每本人怀疑讲，也系没有囤一条新款，看下这家户头嘅，也没俺们我嘅做法，所以俺们以专款专用的方式来做推行做规划。比方他个人的爱心有啲个明显的一个付出，比方他个人提供，佢们应该捐出一些钱，其实做某个事情。当然，因为嗰多人就系创业派按多嘅新款有一些问题嘅时节，佢哋会怀疑讲佢到底系用安奈去，唔系爱为到贴囤空本贴片嘅人付托嘢，唔过冇听数到真嘅事嘅人，唔过俺哋呢后事嘅部分，俺哋买从俺哋呢上中部分，俺哋不管係俺哋呢协会，俺哋呢上中部分，俺哋要做到就係透明化，俺可以接數，那我本俺哋一條嘅他價來接數。像唔同都有講嘅，有談到講，我哋更加會綜藝服務有啲售後服務，我哋都講買天絲啊有售後服務，做乜綜藝服務有售後服務呢？可是服務乜嘢？因為種傳統嘅綜藝衫吼，佢哋就係總係咧，數係錢咧，後背就冇聯絡嘅。啊，唔過我哋希望講，因為佢哋包括講，從年代嘅本年、瓜子、幫年、對年，我哋同家屬做啲聯絡，因為佢哋其實對一下嘅知識啊，冇像傳統嘅農業社會按詳細，我哋依啲天花、依啲訊息推廣，哦，我創業嘅哦，我知識嘅哦，佢哋感受嘅感覺差不多，包括講。最尾，我哋要倡導我哋嘅親人，要過去同我哋嘅祖先做團圓嘅部分，咁嘛喺我哋嘅服務嘅範圍內，我哋服務啊多，佢完全團圓，佢係人係仲可以嘅團落。啊冇，佢冇過去，我哋感覺講嗰種係有啲事情冇做好，我媽會笑，陸客人嘛會笑，所以我哋其實個初衷也售後服務嘅部分，我本同樣本陸客人安心嘅。嗰時唔係講個別是係的係，他個人都冇事情嘅，唔係為去提倡啊，人哋家屬講某個時節我合牌吼，啊合父母，如果某個時節我去創業，最晚把一條事情全部做好，然後讓到滿心嘅服務出嘅。當然，也之間啊，家屬有乜嘅，不管創業嘅部分有問題，可能我比前嘅當然，比佢做一個詳細嘅說明，佢哋讓我安心。其實我哋後期佢頭都主持人講嘅，我哋按你中開服務嘅部分，就係陸客人嘅安心。冇有違反，也係兩個重點，其實做到來，但係咧上嚟都會覺嚴密。因為頭都講，我哋講有啲部我哋過生人嘅SPA，其實我之前嘛有一些學徒都講，冇唔錯嘅，其實我哋咧創業其實可能我哋咧過生人唔啲有數動，但是我哋可以睇嘅過生人最慢嘅時間，我哋提慢慢地洗身體，好，不像我哋譬如講我記得可能喺我哋咧送一批人啊，爸爸媽媽啦，無論我哋兄弟姊妹啦，透過安尼嘅SPA方式，對可以表達到我哋對伊感謝。佢從唔只個做一件事情做研究，唔因為講伊啲好嘅總理係啲用嘅總理，我都講唔因為講嗰種有今日有人愛嚟做嘅綜藝服務業，唔因為要有用嘅一種心態，無論一種準備。因為像頭主持人講嘅。陸客人的支持，還有這個心情的調整，可以做到一部分啊！吼，唔就已經可以進入一行業嘅一半咧。嗰度東西，人家會感覺講，我哋讀嗰度包括講陸客人過身嘅時節，佢哋陸客人連行權都唔會，所以唔能先囤一條嘅心情，囤一條嘅感受，可以接受以後，我哋可以有能力團出跳來進入一個行業。那我哋從頭到主持人講嘅18部分，最尾可以團陸客人伊出書、出腳、出面，其實也係幫我哋陸客人安心。我哋嘛希望講俾陸客人可以參與到佢最尾一生嘅後頭啦。因為以前呢，就係我哋工作人員出啦，做三副穩啦，佢哋無法度參與一個部分嘅時節，就像我頭都講嘅，一違反，佢哋也真係幾生人嘅。啊，嘛有家屬同我哋反映講，哦，冇看過，即家爸爸媽媽，哦，本人安尼令我安爽快，哦，最尾一生可以做到安尼，其實係我哋嘅成就感啊。你哋嘛可以聽吼。嘿。有人講人生就像一個旅行，
但是人生的重点唔要复杂行到最尾一站，相反呢，遐开始另外一个新的旅行。中年服务业都像像一个旅行社的，伊唔单止服务过剩的人，伊嘛帮晚上的人整理心情，伊帮过剩的人可以喺人生最尾一站行得有尊严，行得安心。我哋嘛感谢今日的来宾，多谢主持人，多谢各位观众。感谢你收看，莫转台哦，等下我哋来做运动。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好好运动的时间了哦。我是用心，今日要教大家毛巾、椅子操哦，哈，俺们用毛巾结合俺的椅子。好，那记得咯，等下我来选择有毛轮的耶，还有你的后背一定要有椅背耶，俺们感觉安全哦。准备好了吗？俺们坐等，先来做一个暖身。好，一样数唇hướng來，牙hướng來，好，表面嘅減條。好，來做一個鋼筋的前面往下來，1、2、3、4、5、6、7、8。好，你嘅鋼筋，好，背後背全身。1、2、3、4、5、6、7、8，好，歸來，好，一樣再不用下去，好，毛巾再不用你的肩，你的背部的部分哈，好，來做一個左右搖晃哦，來，1、2、3、4、5、6、7、8、9、10，好，请好哦。来，涂个毛巾，好，再拿好一些，好，手来伸出来，好，做一个划船的动作，在前面划船哦，哈，来，俺来做4下哦，1，你慢慢的做，唔怕停动，慢慢的停，3、4、6、7、8、9、10，好，很棒哦。好，紧跟来同个脚呢挺起来，好，再一次挺起来。2隻好腳趾條一岩通下，唔話你佢冇可能岩通下，好嚟挺起來，好一樣啊，嚟做20下，好來開始來，1、2、3、4、5、6、7、8，加油哦，9、10，再試下10。9、8、7、6、5、4、3、2、1，好，请好。咁今日我來加強我哋嘅核心肌群哦，因為啊核心肌群對我哋身體幾重要哦。哦，核心肌群嘛，很多核心肌群，如果你嘅肚臍、野味。还有呢，背龍一片哈，也叫很多核心肌群，一片有力量哈，能可以支撐你嘅脊椎，那我們蹼背哦，你嘅身形嘅體態能會更好哦，好，然後加強一片，好，肚臍一片哈，好，來數牙膏，好，變下來時間做腳，好，壓上去，好，右腳，好，盡量靠近你嘅肚臍哦，好，來。1、2、3，加油哦！4、5、6、7、
8、9、10。好，休息一下，我刚刚的肚子个软哈，好，可以消除我腹部的赘肉哦。好，还有4下哦，准备好了吗？再一次哦，好，做两个，好，脚要轻量，好，来夹紧你的肚子哦，好，来哦，1、2、3、4、5、6。加油啊！7、8、9、10。哦，做到的哦，真好啊！好，更加哦，体内动作要加困难一些些，好，加进阶一些些。做得到，停顿来做；做唔到唔怕，可以休息一下哈。看你的身体的状况而定哦，哈，莫勉强哈。好，来，你的手慢慢的两个。好，一只脚先伸上来，好，试看你先可以哈，2只腳伸上來，哦，做停留哦哈，1、2、3、4、5、6、7、8、9、10，哦，休息一下，有冇？好，剛剛的肚子個軟冇？有哈，好，再來哦，再一次哦，好。腳踢出去，更加哦，我來做一個像剪刀安尼交叉動作。好，一樣哦，來做2、4個哦，來1、2、3、4、5、6、7，收大腿哦，9、10、11、12、13、14、15、16、17、18、19、20。哇，做到的呢，又開始流汗了嘛？哦，好，來休息一下，好，來吸氣，吐氣，好，吸氣，好，吐氣，再一次吸氣，好，吐氣，好，我們來再一次哦，來2隻手，好，壓上來哦，好，一隻腳先踢出去，2隻腳踢出去。好，試看你先哦，可以哦，來準備哦，來做一個剪刀的交叉動作。好，來1、2、3、4、5、6、7、8、9、10、11，加油！12、13、14、15、16、17、18、19、20，好，夠厲害呢！好，好，來做一個緩和吸氣，可是流汗呢，吼。吐氣，好，吸氣，好，吐氣，好，再來呼吸咯。前面好多老師先生咯教我們乜呀？好，還記得冇？好，壓上來，好，壓上來，你的手同腳同時一起哦，哈，來，我們來做一個動作，來呼吸一次，好，開始哦，來，左腳，右腳，3、4、5、6、7、8、9、10、11、12、13、14、15，加油哦！16，我做起來哦！17、18、19。20，做到的呢，真好哦。好，再一個動作錄起來哦。好啦，一樣。好，來右左腳出去，右腳出去，做一個剪刀腳哦。哈，來開始哦。1、2、3、4，穩定咯。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哦，很轻，好，來吸氣，好，吐氣，再一次吸氣，好，吐氣，好，最尾白吸氣，好，吐氣，好，最尾呢來做一個好，用的，你的毛巾用的，你的腳趾條。
好，慢慢的伫你的肚子前面安尼，好，放空来。好，来做一个停留3秒钟，1、2、3、4、5、6、7、8、9、10。好，不用下来，弯右脚。好，不用哎，你可以好扣住你的膝盖，好的，肚子好上面，1、2、3、4、5、6、7、8、9、10。好，很好。最后要来延展到安尼脚哈，来勾脚，做一个勾脚的动作哈。好，延展我们的后肩肌群哦，来数。好，拿入毛巾，你的毛巾啊，慢慢的，好，看看先可以推动你的脚趾头嘛。1、2、3、4，加油哦！跟人哈，6、7、8、9、10。好，再上来，下数上来，弯你的右脚伸出去。好，勾脚哦哈，来毛巾来推动你脚趾，1、2、3、4、5、6、7、8、9、10。好，再过来，好，做一个缓和，吸气，吐气，吸气，好，吐气，好，最尾摆吸气，好，吐气。好，最尾呢来做一个好，不用诶，你的毛巾不用诶，你的脚趾头，好，慢慢的伫你的肚子前面安尼，好，放空来，好，来做一个停留3秒钟，1、2、3、4、5、6、7、8、9、10。好，不用下来，弯右脚。好，不用哎，你可以好扣住你的膝盖，好的，肚子好上面，1、2、3、4、5、6、7、8、9、10。好，很好。今日的动作有一些个难度的哈，唔怕哦，听到安尼慢慢的听，好，明日屯老师安尼做运动，你要慢慢的进步哦，哈，安尼好好运动，安尼下次见面，咱来聊。